罗西亚甲乌克兰双方是战甲未收煞，昨宣布要交换人质，双方分别要放出200多人，嘛是战事以来上大规模一届。另外，欧盟嘛宣布要针对罗西亚国家经营的选召业者进行新一波制裁。 感到目屎大来烧染，乌克兰表示有230个战俘为俄方手头得到释放，包括现役军人加边防军。俄罗斯也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协调换转来248人，不过双方拢无讲还有偌济战俘。 Значний проміжок часу нам вдалося провести дуже складний обмін. Сьогодні повернулися в Україну 230 її захисників, серед яких є і бойовий медик, і захисники з острова.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社群媒体表示：“咱的主民倒来啊！”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指出，谈判的过程真艰难。乌俄两国为2022年2月战争以来，捌真侪届交换战俘。泽伦斯基顶个月表示，因为俄罗斯家己真特别的原因，所以停输变甲真慢。 5 часов, грубо говоря, буду дома. Вот это будет радость. 欧洲联盟初三宣布，对俄罗斯国营选召矿业投人，也是全球上大的选召开采公司埃罗莎，加这个公司执行长马利尼契夫列入黑名单，拒绝合法签证，搁冻结资产，通下减克里姆林宫的金额。俄国伫2022年的选召出口总额是差不多40亿美金。欧盟表示，这个公司选召产量占俄国总量的90%，是普京政府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。公司新闻，恩文玲编译。